东东餐饮期间，结合各餐厅的总铺师，伊烹出今年精选的年菜料理，除了是顶级的食材，是东港新鲜现煮，和消费者会当自由搭配固定以外，也特别推出适合小家庭的分量，来满足无同的需求。虽然今年受疫情的冲击，不过到12月28为止，该宴会厅食团圆饭的预订已经有500桌以上。加上外早外送的服务，业者预估业绩将成长3成。我们今年很特别，外送也针对不是很大份的，就是连小家庭就可以外送，所以今年是今年最大的特别。那我估计因疫情的影响应该会有很多的应该会3成至4成的成长，因为大家有时候不方便，他现在小家庭也不在家里做那个料理了，那很方便就来东东。那东东的年菜是热的不是冷冻的，那可以来订阅，马上送到家里，就马上可以享用这一个热腾腾的东东的团圆年菜呀。业者除了看准外早外送的商机，今年29暝用餐嘛将电玩游戏搬上宴会厅的大荧幕，后面将来挑战活动，同时精心安排主题表演，也有大奖通抽。我们每年都会办团圆宴，我们的团圆宴一直都办得很成功。那今年有一个比较特别，是我们会有很大的摸彩奖，就是任天堂的 Switch 主机。那不只是这个 Switch 主机，当天在这里的活动呢，我客户呢，假如说，有擅长这一个区块的，他可以上台来跟我们的司仪跟我们主持人，一起来尬看嘛，这样子。业者每一档拢加尽脑汁发挥创意，希望迎合市场的需求来抢占年菜商机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